大家介紹一下呢個排位嘅情況啦。咁喺試車嘅成績嚟講咧，就最出色嘅呢，就係11號車嘅張樹東㗎。咁佢尋日嘅試車成績呢，就係3分3秒33，咁啊最好㗎。咁69號嘅葡籍車手施利華呢，亦係不下於佢，咁係3分4秒12，就係排喺第2位㗎。咁第3位嘅呢，就係老將黃廣京啦。佢嘅試車成績呢，就係3分4秒64，係排喺第4位，而第3位㗎。第4位嘅呢，就係黃介水，咁佢所駕駛嘅呢，就係32號車，咁啊試車成績呢，就係3分6秒84㗎。咁而蕭國滔所駕駛嘅2號車呢，就係排喺呢個第5位㗎，排喺呢個第6位㗎。咁啊，而25號車呢，就係龐錦泰，咁啊佢呢就排喺呢個第7位㗎。而呢個6號車嘅黎東山呢，就係排喺第8位㗎。咁啊1號車嘅就係呢呢個馬里達車行嘅曹振邦呢，佢所駕駛嘅躍馬 F27750cc 嘅賽車呢，就排喺呢個第9位置。而黃介文呢，就係排呢個第10嘅位置㗎。咁啊，佢所駕駛嘅賽車呢，就係一架呢，就係川崎 CBX 750cc 嘅 J 級嘅賽車嚟㗎。咁啊，而11位嘅呢，就係駕駛33號車㗎，就黃介文啦。咁啊，介水介文兄弟呢，都係一齊呢係上陣㗎。咁啊，另外嘅呢，就係分別排喺12位嘅呢，就係12號賽車㗎，咁啊就係呢陳煥佳，佢呢架呢就係躍馬 RD 500cc，屬於 S 級嘅賽車。咁啊而排喺第14位嘅呢，就係駕駛3號車嘅蕭錦滔啦。咁啊佢所駕駛嘅呢，就係本田 NSR 250R，就屬於 S 級嘅賽車嚟㗎。咁啊排喺呢個15位嘅呢，就係駕駛7號賽車㗎。黎志傑啦，咁澳門好手，咁啊亦係我哋嘅同事黎洪傑嘅兄長，咁啊希望咧佢能夠為澳門嘅車手呢喺第一項嘅賽事裏邊取得優異嘅成績㗎。咁啊其實呢，就駕駛7號車嘅賴東生呢，亦係本澳車手。喺呢一項嘅高級電單車賽裏邊呢，就只有2位嘅澳門車手呢係上陣出戰㗎。咁啊其實嚟講喺呢個高級電單車賽事裏邊啊，今年嘅高級組賽事呢，就報名嘅呢，就只有18部嘅賽車，咁啊但係呢，喺反應嚟講呢，就似乎係有所不同。但係問題區別嘅地方呢，就係由於今年嘅賽例呢係更改咗嘅關係，咁啊今年呢，就參加呢個高級電單車組嘅比賽呢，就只容許街車改裝就上陣出賽，就並唔係好似以往咁啦，係用廠車或者呢係特殊嘅賽車呢去上陣嘅。咁形成咗呢今次嘅比賽呢係特別具有刺激性嘅。咁啊更加上呢今年嘅賽例呢，由於就賽會呢係只容許電單車手選擇一項嘅比賽，就係呢個高級電單車或者呢係個人飛士大賽。咁因而呢，有啲部分車手就選擇咗呢個個人飛士嘅大賽，咁因而就放棄咗呢個高級組嘅賽事。而部分嘅車手呢，就為咗參加呢個高級組嘅賽事呢，就冇參加呢個個人飛士大賽㗎。咁所以形成咗賽事嘅續啦。咁而家呢，第一個圈嘅比賽呢，就立即就要開始啦。咁睇邊架車呢想放出嚟先？咁啱啱放出嚟㗎啦，就係10號車嚟㗎。咁啊，似乎呢就10號車呢就係應該呢係黃廣京嘅架車嚟㗎。咁啊，但係呢個就只係熱身嘅圈嚟嘅啫，並唔係呢正式展開比賽㗎。咁啊，熱完身之後呢，先至係正式啦係展開賽事㗎。10個圈嘅比賽立即就要開始㗎啦。咁而家見到啦，嗰啲賽車呢，就慢慢就上去呢個街山直路啦，車路啊。睇睇情況如何啫。呢架呢就10號嘅黃廣京嘅賽車嚟㗎。大家響度呢慢慢熱成身車上架。2號車蕭國滔，佢呢架呢就係本田 VFR 750cc 嘅賽車，咁啊就係呢屬於 S 級嘅賽車㗎。我哋可以睇到啦。咁呢個呢就係去到碧瑤灣啦，即係松山頂啊，喺松山頂嘅附近啫。咁由於呢，我哋呢啲 cam 呢係喺呢個應該就係東方酒店頂呢係影過去㗎，所以呢特別清楚，用車厘扯佢埋嚟。咁慢慢呢就繼續向呢個
碧瑤灣方面咧進發啦，摩羅園啦。睇睇啦，小國濤望一望，32號㗎，咁啊就係啦，黃界水啦。跟住咧，其他係賽車嚟嘅，69號斯利華，11號嘅咧就係張樹東啦。咁張樹東嘅試車成績係最好㗎。而家慢慢先，八甲灣啦，其他係賽車嚟嘅，續啦，去呢個八甲灣嘅。而家咧嗰啲賽車咧，到咗八甲灣之後咧，就向呢個可樂灣方面進發啦。遼東街。過咗呢個可樂灣啦，咦？萬古路嘅近排喎，個水塘灣啦。慢慢難聽啦，我哋居高臨下咁樣睇落去，咁澳門嘅景色咧亦可以喺呢度咧欣賞得到㗎。跟住咧就過嚟嘅咧就係2號嘅蕭國濤，係領前㗎，而追住佢嘅呢就係69號車㗎，就係咧斯利華啦。跟住嘅咧就32號嘅黃界水，兩架車咧鬥得相當之激烈㗎。咁69、11、33，咁啊33咧就係黃介文，1號車就曹振邦。咁而家咧入葡京灣，哇！兩架車已經鬥到上去呢個雞山直路啦。咁2號車蕭國濤仍然係領前。黃界水嘅車咧係差唔多咧，落後少少嘅啫。香港車手蕭國濤係暫時領前㗎，黃界水緊追於第2位。咁而家上到呢個松山頂啦，蕭國濤咧係變得相當之勇啊！咁以第一個圈嘅名次嚟講咧，就係2號領前，32號第2，就係2號嘅咧就係蕭國濤，32號嘅咧就係黃界水，跟住嘅就係69號嘅斯利華，1號嘅曹振邦，11號嘅就係張樹東㗎。咁你睇啦，去到摩羅園啦。首先咧就見到蕭國濤嘅車已經到啦。咁成績咧係相當快㗎。哇！去到呢度咧，慢慢睇睇先，回頭望望。咁睇見咧就拋離咗33號嘅、32號嘅黃界水。睇下喺松山頂度，我哋見到啦。而家去到八甲灣啦，蕭國濤依然係領前㗎。咁出到去呢個樂富門灣㗎咯喎，轉向水塘角落去㗎咯喎，兩架車嘅距離咧就似乎咧係放離得相當之遠㗎。咁大約係100碼左右咧，應該係。蕭國濤嘅車依然係領前，香港車手。咁其實蕭國濤同埋呢個黃界水啦，領前嘅幾位車手咧，大家都係非常之相熟㗎啦。佢哋咧鬥咗幾年㗎喺度，喺澳門，高級咗嘅賽事。你睇啦，蕭國濤咧已經係直向呢個看台方面咧係進發啦。跟住過去啦，就係32號黃界水，力追不捨啊！而放離咗幾位車手呢，就分別呢就係11號、69號，咁張樹東同埋呢
係斯利華㗎。咁呢個咧就係第一回合嘅比賽嚟㗎。嗱，呢架咧32號車黃界水啦。好定啊！進入呢個葡京灣，上雞山斜路啦。咁啊，記得咧黃界水咧，舊年啊就喺呢個雞山斜路口咧就發生過少少嘅意外㗎。咁希望今年啊就能夠啊有更加嘅演出啦。睇睇啊，黃界水香港車手咁熒光幕咧可以見到啦。咁啊係電腦打出嚟㗎。咁啊上到去呢個松山頂啊，黃界水睇下辦法上前挑戰領前嘅蕭國滔啦。我今次呢，佢兩位車手啊，再度呢喺呢個澳門嘅跑道上啊，展開呢個龍爭虎鬥㗎。碧瑤灣，蕭國滔呢已經去到呢個摩羅園啦。嗱，跟住呢，黃界水就到啦，32號車。兩者之間相距好少嘅咋？哎呀，乜有人走出嚟㗎？咁啊上到嚟呢個海角遊雲啦，高級組嘅賽事，第33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第一項嘅比賽節目就係高級組電單車賽。咁而家去到發架灣啦，32號㗎黃界水，香港車手。咁啊，蕭國滔咧已經落咗呢個漁翁街啦，可樂灣直向水塘方面進發，回頭望望啊，睇見冇車到喎。咁啊，似乎咧跑到而家嚟講啦，第3個圈啦。咁啊，去到呢個水塘北角啦。已經係拋離咗呢個黃界水咧，相當之遠㗎啦。以目前嘅情況嚟睇，咁睇睇佢啊，呢個圈嘅成績係用咗幾多先？咁我啱啱咧先 mark 緊個標嘅啫。咦，3分03秒，咁啊相當之快㗎，呢個圈嘅圈速。黃界水到啦，跟住11號賴東張樹東，69號施利華。咁呢個咧就係第3同第4位嘅車手嚟㗎，咁啊似乎咧係直逼緊啊黃界水喎。咁去到呢個葡京灣啦，嗱69號已經過咗呢個咧張樹東啊，進佔第3位啦。葡籍車手施利華，咁大家嘅技術咧真係半斤八兩㗎。咁實際上嚟講啊，就由於今次咧呢個高級組嘅賽事咧就要用街車嚟去改車上陣嘅關係啦，所以大家咧就決定喺呢個車嘅改造方面啦。嗱，而家咧施利華已經超越咗11號嘅張樹東，葡籍車手施利華喺松山頂啦，睇下辦法咧向黃界水挑戰啦。而家兩者之間嘅距離呢，大約係50碼度，越跑越勇啊！咁啊，澳門車手施利華。佢喺每一年嘅賽事裏邊啊嘅表現都相當穩陣㗎，就幾乎每一屆賽事都能夠穩入3甲，經驗豐富，戰意高昂。咁只不過一向咧佢都係比較慢熱一啲㗎。咁記得喺舊年嘅賽事裏邊啊，佢同樣咧就係起步方面啦就比較慢啲㗎。咁但係咧就越跑越勁。嗱，蕭國滔啊已經去到呢個摩羅園，黃界水。施利華又到啦，哇！兩者之間越拉越近啦，咁睇嚟啦，跑入第4個圈嘅時候啦，嗱，睇下施利華有冇過黃界水啦，哇！越逼越近啦，睇到呢個海角遊雲啦，哇！呢兩個車手展開咗龍爭虎鬥啊！而家咧賽事已經逐漸啊踏入高潮啊，8架灣，再將距離嘅拉近。好定啊！大家都要
落漁翁街。咁喺試車成績嚟講咧，就斯利華咧就比較黃介水呢，就稍為咧係好啲㗎。咁黃介水嘅試車成績咧就係第4位，咁啊就係3分6秒84，而斯利華嘅試車成績咧最快圈咧就係3分4秒12㗎。咁而且啦，哇喺呢個水塘角方面啦，係展開鬥法啦。黃介水69號斯利華過頭，好嘢！澳門車手進佔第2位，越過咗黃介水啦。咁啊，而家咧就向前啦，向蕭國滔挑戰啦。睇睇情況如何啦？兩者之間，嗱，蕭國滔仍然係領前㗎。咁我哋嘅拍檔余建棟話仍然帶頭喎。咁咧，而家跑到第4個圈咧，啱先咧2號車嘅蕭國滔咧喺我哋面前經過啦，喺嗰個一路向住咧葡京灣一路去啦。咁咧而家咧就第2位嘅位置咧已經有所更改，啱先咧69號嘅斯利華咧就喺呢個水塘角咧就爬咗32號黃介水嘅頭嘅。而家咧呢個蕭國滔咧又向呢個雞山斜路進發啦。回頭一望，還未有車到。而家咧就直上松山啊！喺嶺南學校底下啦。片佢哋個彎好靚，香港車手蕭國滔。咁啊，目前嚟講咧，依然係單騎領放喎。咁啊，上到去呢個松山腳啦。咦？邊架車入邊啊？咁啊，鏡頭一轉，又見翻蕭國滔啦。目前係領前嘅車手。進入第5個圈嘅比賽啦，咁啊第一項嘅賽事呢，就係跑10個圈㗎。咁啊其實蕭國滔呢係一位咧戰意甚佳嘅，而且經驗豐富嘅車手。咁不但止喺澳門參賽，喺香港啊同埋其他地方咧一樣呢係時有戰陣㗎。咁而且戰績係相當之唔錯添。咁今次呢，再度喺呢個澳門嘅跑道上啊，睇下有冇辦法呢，係喺第一個回合裏邊取得領先嘅優勢㗎。咦？啱咧就佢轉上海角遊雲嘅時候咧，我哋見到啦，就喺後邊而嚟嘅啦，就蕭國滔咧就已經就領前之外啦，69號斯利華咧已經差唔多啲到㗎啦。蕭國滔去到發夾灣啦，好定，大家所有嘅車手咧喺呢個發夾灣轉彎嘅時候咧，都係咧要好穩陣。跑堂太然之後去㗎，直落漁翁街。到啦，斯利華越追近，咦？11號車嚟嘅喎，睇清楚啦，去到水塘角啦。2號㗎，蕭國滔。因為由於改街車嘅關係咧，大家嘅車手啊喺呢個比賽裏邊咧都係要穩陣㗎，小心好多㗎。咁而家咧睇睇啦，賽事嘅形勢啊，依然係2號車領前㗎。成績方面啦，就係12分36秒41。領前嘅2號車咧就係12分10秒87㗎。我睇睇嗰邊嘅情況如何啊？而家啲賽車直向呢個葡京灣方面進發啦。第5個圈嘅成績嘅次序依然係2號蕭國滔、69號斯利華。跟住就應該係32號嘅黃介水，11號嘅就張雪東㗎。但係蕭國滔越跑越勇啊！69號斯利華追近咗啦。69兩頭勾，因為斯利華嘅賽車似乎69號係佢嘅特別喜愛嘅號碼嚟㗎。每一年佢參加呢個電單車大賽佢嘅號碼都係69號㗎。香港車手蕭國滔依然領前，喺松山。
咁啊，睇嚟咧，斯利華咧已經啊係拋下咗呢個黃介水好多咯。咁你話斯利華有冇辦法啊？係挑戰蕭國濤啊？咁咧就斯利華咧係澳門車手啦，咁當然對澳門嗰個跑道咧就比較熟啦。咁咧就喺排到頭位嘅2號呢個第一名嘅呢個2號嘅蕭國濤咧，仍然咧係領緊頭嘅。咁佢亦都係澳門車場咧喺度比賽咗好多年嘅咯喎，經驗豐富到極啦。咁其實嚟講啊，就蕭國濤咧已經係舊年啊嘅冠軍嚟㗎。咁佢舊年咧就用一架咧就係本田電單車 VFR 嘅750賽車咧係出戰㗎。咁啊，事實上嚟講佢嘅實力啊，哎呀，似乎咧有個車咧有啲意外喎，係咪啊？喺嗰個我哋正話見到咧喺一個海角遊雲嗰度，好似有架車咧就撞咗埋欄嘅。咁啊一陣啊就要詳細為大家介紹啦。咁我哋介紹翻咧蕭國濤啊，而家落到去呢個漁翁灣，依然係領前嘅漁翁街。咁啊睇睇啦。咁啊其實嚟講咧，佢今次咧就係參加咗呢個萬里達車行㗎。咁啊實力嚟講咧，佢就分別就係就有好多嘅隊友啊，甚至乎32號嘅黃介水、69號嘅斯利環咧，都係佢哋嘅隊友嚟㗎。咁一隊嘅車隊嚟到參加比賽。咁啊睇睇情況如何啦。去到呢個水塘角啦，蕭國濤依然係領前。咁啊，蕭國濤所駕駛嘅呢，今次呢就係本田 VFR 750cc 嘅賽車，就屬於呢係 J 級㗎，就 S 級嘅賽車嚟㗎。咁而呢個斯利華嘅賽車呢，就係約馬 T2Z J 級嘅賽車嚟㗎。咁啊級數呢係有所不同。睇睇啦，32號黃介水仍然緊守喺第3位㗎，但係咧已經係俾拋離咗啦。而11號睇睇啦，11號咧就係張樹東，而啱啱撞欄嗰個唔會係斯利華啊嘛。我驚會係㗎，因為正話咧喺第5圈完成嘅時候咧，69號斯利華咧係排喺第2位嘅，但係啱啱先過咗總看台嘅時候，斯利華咧就唔見咗蹤影嘅。張西蒙啊，其實佢嘅英文名叫 Simon， 好似我哋嘅同事咁樣。咁啊，佢嘅中國名咧，中文名字咧就係張樹東。咁而家佢咧就由於69號咧就冇完成呢個第7圈嘅賽事咧，所以變咗第2位嘅仍然係32號，第3名嘅咧係11號。嗱，名次有變喎，跑到而家嚟講咧就進入第8個圈嘅比賽啦喎。睇啦，張樹東，Simon張上到去呢個碧瑤灣啦。咁喺試車成績方面嚟講咧，佢就最好嘅，最快一圈咧就曾經做過啦，就係3分3秒33㗎。嗱，睇睇先。咁啊，張樹東有冇辦法向前挑戰啦？而家嘅名次咧就係進佔到第3位啦，佢已經。咁由於咧就斯利華架車咧就似乎有啲故障啦。睇睇先，11號㗎，依然係張樹東 ，Simon 第3位嘅賽車，落到漁翁灣、漁翁街，咁啊喺第1個回合嘅賽事裏邊如果能夠取得優勢嘅話呢，咁對於第2個回合比賽呢，將會係大為有利㗎。咁由於呢項嘅高級組電單車賽呢，依然係要分2個回合比賽㗎。咁啊，第1個圈嘅賽事呢，就係10個圈嘅比賽。係1個圈過㗎啫。咁睇睇情況如何啦。10個圈嘅賽事，而家已經進佔到第8個圈嘅賽事啦。
睇睇啊，32號黃界水，咁啊而家咧依然係緊守於第2位㗎。咁啊，蕭國滔已經放離好遠啦。咁黃界水咧仍然係穩守於第2位㗎。咁啊睇睇啦，直向看台方面進發。黃界水緊守第2位。咁啊，但係已經俾蕭國滔咧應該放離好遠㗎啦。咁去到葡京灣。本嚟呢喺今次嘅賽事裏邊啊，就蕭國滔啦、施利華啦、黃界水啦、張樹東啦，呢4名嘅好手啊，應該咧係大有機會㗎。咁但係咧就由於施利華嘅賽車呢，就喺到呢個第5個圈嘅賽事之後呢，進入第6個圈嘅比賽嘅時候呢，就突然間發生咗故障，咁只能夠咧係退出戰線嘅。咁令到咧呢個形勢啊，就似乎咧係有所不同啦。咁啊，其實嚟講喺今年嘅賽事裏邊啊，咁啊有啲車手呢，就認為呢，就今年嘅賽道呢，跑道啊就似乎係比較凹凸不平㗎。咁啊，其實嚟講呢，就有時好難講㗎，因為跑街車呢、街道嘅比賽呢，就跑道呢時時都會出現一啲不同嘅情況。咁其實嚟講呢，今年嘅賽車跑道呢，就係符合呢個世界3級方程式賽車嘅標準㗎。咁由於世界3級方程式賽車呢，今年開始喺澳門舉行呢，就係屬於呢個賽事㗎。咁啊，世界級嘅承認嘅比賽，咁因而呢係經過檢驗而認為合理想㗎。咁黃界水嘅賽車啦，32號，咁啊喺第2位㗎，上到去海角遊輪啦。咁啊，黃界水呢，就喺舊年啊，就曾經有個意外，哇！嗰次嘅意外幾驚險，撞得好重添喎。但係呢，1年之後捲土重嚟，演出非常之好嘢。咁啊，可以講得話就係較之舊年呢就更加出色㗎。咁已經呢係去到呢個漁翁街啦。咦喂！唔見咗蕭國滔嘅車㗎，應該就過去咗啦。但係我哋嘅鏡頭係攞唔到嘅啫，就冇俾大家睇。咁而家咧依然係落喺香港車手32號嘅黃界水身上。睇睇啦，黃界水。而家咧就喺到呢個水塘角，咁直向賽車看台方面進發啦。但係蕭國滔嘅車咧已經放離好遠啦，去到葡京灣嘅應該。我諗蕭國滔係穩守呢個冠軍啦，還一個圈啫。唔睇情況咗啦。呢項嘅比賽似乎咧已經係坐定一落喎，已經進佔到咧第9個圈嘅比賽啦，而家。踏入最後一個圈㗎咯喎，第一項嘅賽事就快咧要宣布圓滿結束㗎啦。第33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嘅第一項賽事，高級電單車賽。可惜咧，69號嘅施利華澳門車手咧，跑到第7圈嘅時候，突然間唔見咗。睇啦，上到去呢個花卉山啦。睇睇，而家領前呢架係邊架呢？呢架車，咦？呢架係稍為落後㗎，1號車就萬里達車行㗎，曹振邦。跟住呢就33號車黃介文。咁啊，黃界水已經坐定喺第2位㗎啦。咁啊，而家嚟計啊，喺呢個跑道上繼續進行比賽呢，就只有呢係13架車嘅啫。咁呢個咧1號嘅就係曹振邦，香港車手，佢所駕駛嘅咧就係約馬牌 F2Z750，屬於 S 級嘅賽車嚟㗎。咁好可，哎呀，啱啱有架車咧又有意外啦，嗰啲車慢咗落嚟，車手冇事，車手扶翻架車上嚟㗎。蕭國滔
勝券在握啊！喺呢個第33屆澳門加勒比大賽車裏邊啊，佢將會成為第一項賽事嘅冠軍車手，由頭帶到落尾喎，毫無對手。本嚟呢，佢就分別咧係遇到呢黃介水喺頭嗰幾個圈嘅威脅㗎，就係頭嗰3個圈嘅威脅㗎。跟住呢，就備受啊澳門車手施利華69號車嘅威脅㗎。咁去到第5個圈嘅時候呢，兩架車嘅距離呢係非常之接近㗎。咁但係啊，點知呢就可惜，好可惜㗎，就69號嘅施利華架賽車呢，就發生咗少少故障。咁因而呢，令到佢啊更加呢，直到目前為止已經在毫無威脅嘅情況底下，正式係無驚無險，好輕鬆啦，終點進發啦！睇下啦，舉高臨下，小國濤直向終點大看台進發。好啦，11號嘅最後一個圈嘅比賽，小國濤。咁啊，以目前嘅形勢嚟講咧，就2號嘅小國濤係領前，第2位嘅究竟係11號定係32號嗱？我哋要 check 啦。小國濤第33屆澳門加勒比大賽車嘅盟主，咁啊第一項嘅賽事嘅比賽盟主，應該咧就係勝券在握㗎啦。咁啊，小國濤咁為得第33屆澳門而家睇睇啦，而家嘅形勢咧就係2號係領前㗎，第9個圈，11號係第2，32號第3，23號第4。啊，咁啊勝利在望啦！咁啊2號嘅小國濤咧已經係領前，而11號嘅張樹東 Simon 張已經咧係穩守第2位啦。黃介水係喺第3位㗎。咁23號嘅賽車咧就係劉國雄所駕駛香港車手，咁就佢呢架咧就係躍馬 T2S 級嘅賽車，喺第4位㗎。小國濤去到海角遊輪，咦？擺喺黃旗，咁啊啱啱咧就佢嘅兄弟蕭錦濤呢，就似乎喺松山上路啊！我哋啱啱所見嘅鏡頭裏邊呢，就係佢架車呢係發生咗意外㗎。咁啊情況呢就係可以講話咧有驚無險嘅啫，第一項嘅賽事。咁啊小國濤、蕭錦濤兄弟上陣，咁啊兩個人所駕駛嘅呢都係屬於本田嘅賽車，不過呢就小國濤所駕駛嘅呢就係BFR 750嘅賽車，而蕭錦濤所駕駛呢就係本田 NSR 250 RS 級嘅賽車嚟到上陣出戰㗎，咁啊勝券在握㗎，就係小國濤過呢個水塘灣啦。第一項冠軍得主，咁啊11號嘅張樹東呢，就喺呢個第8個圈開始呢，已經係超越咗32號嘅黃介水，進佔第2位。你睇啦，勝利者已經過去咗啦，小國濤，跟住呢就係11號嘅張樹東，成為呢第33屆澳門加勒比大賽車第一項賽事高級電單車賽嘅亞軍得主。冠軍小國濤，好輕鬆啊！跟住呢就係11號嘅張樹東。張樹東嘅試車成績雖然係最好，但係呢國永灣嘅走，更加向觀眾揮手。咁啊，成為1986年度
第33屆澳門格蘭大賽車第一項賽事嘅冠軍得主蕭國濤，香港車手亞軍11號嘅張樹東，而12號嘅陳滿佳咧，亦係香港嘅車手嚟㗎。咁啊，而家3架賽車啦，嗱，隻蕭國濤，大家握下手先，冇錯啦。10隊嘅比賽之後，可以講得話咧，就係啊，大家喺龍爭虎鬥之後咧，跟住咧所展現嘅就係呢個勝利者嘅友誼。睇睇情況如何啦，勝利者拍住佢咧，就已經係稍為落後嘅12號嘅，呢個咧就係陳滿佳嘅。咁啊，蕭國濤咧又再度啊係蟬聯呢個冠軍錦標啦。咁啊，呢項嘅高級電單車賽事改裝比賽，你覺得蕭國濤跑成點啊？嗱，棟兄，冇咁叫啦。咁咧，蕭國濤咧就由跑第一圈開始一路領先啦，一開車咧就已經係帶頭位㗎啦。咁32號黃介水曾經對佢喺度威脅嘅，另外呢個69號施利華咧追得更加貼㗎。咁但係跑到中段嘅時候咧，施利華咁咧就喺嗰個我諗咧就喺海角遊雲嗰度咧就可能失事都唔定啦，就見到有個車咧有啲事，咁一路咧就唔見咗蹤影啦。咁咧就跟住32號同埋11號咧，就曾經咧就追貼過呢個蕭國濤嘅。咁我哋睇到喺海角遊雲嗰度咧，喺個路邊度咧見到有架車咧就停喺度啊。而家我哋所知道咧收到成績啊，咁啊2號車蕭國濤嘅賽車10個圈嘅比賽成績係30分34秒93，係第一名㗎。第二名嘅咧就11號賽車就張樹東，成績咧就係30分39秒43。第3名咧就黃介水，香港車手所駕駛32號車，佢嘅總成績係31分9秒66。第4名嘅咧就係駕駛23號賽車㗎，就係劉國雄，佢嘅成績咧就係31分11秒55。而第5位嘅咧就係10號賽車，咁啊10號賽車咧就係由呢個黃廣京老將所駕駛㗎，佢呢架咧就係鈴木嘅賽車，咁就係31分23秒㗎。咁啊可以講得話，今次嘅名次咧就已經係穩定咗啦。咁啊確定下嚟咧就係2號、11號、32號、23號、10號，咁啊5位車手咧喺前列嘅位置㗎。咁啊可以講得話，第一項嘅比賽咧已經係順利圓滿結束㗎。咁而家咧嗰啲參賽車手呢位呢就係10號車黃廣京係今次比賽㗎，就第33屆賽事裏邊高級電單車賽嘅第5名好手啦。咁啊依然上榜，獎雖然冇啦，睇人哋攞啦。咁我最覺得可惜係69號施利華啦。澳門人啊嘛。係啦。咁自然啦，係為佢喺今次嘅賽事裏邊唔能夠取到理想嘅名次，或者咧係遇上咗意外咧，係感覺到惋惜㗎。咁啊，希望佢冇事。今年嘅賽事雖然係失利，明年再嚟過。佢都盡咗好大努力㗎啦。咁啊喺賽車場上，有時呢係除咗要講究技術之外呢，亦要講究運氣㗎。所以好多車手都有同樣嘅見解。咁啊，因為機件嘅嘢呢，有時唔係話100%㗎。咁啊，有部分嘅零件或者出現咗少少嘅故障嘅話呢，就會令到賽車手呢係大打折扣。嗱，啱啱咧呢位呢，就應該就係蕭國濤啦。蕭錦濤呢，就搭住佢嘅兄弟蕭國濤，咁翻去看台㗎。手寫搖炒車時也。咁呢啲咧就係其實嚟講賽車手嘅自然表現嚟㗎。當有老人就喂，你架車點啊？點解今次人哋跑電單車，你又跑電單車？人哋咧就自己揸車翻嚟，你係搭車翻嚟啊咁。手勢一搖，隻右手一飄，炒了。咁其實嚟講咧，就邵氏軍眾喺呢項嘅比賽裏邊
都可以講得話啦，係取得咗理想嘅成績㗎啦。咁啊雖然一位呢係架車故障，咁啊未能夠呢係翻嚟，但係啊，維興者蕭國濤已經呢係成為第33個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嘅冠軍盟主啦，唔得啊！飲啖水先，飲啖水先，我哋都要喎，飲啖水先。咁蕭國濤咧喺賽前咧好多賽車手都睇好佢一線嘅喎。係啊，因為經驗老到啊嘛。咁再加上佢喺場地嘅表現呢，都係非常之出色同埋穩健嘅。咁啊，而家呢，我哋嘅葡文部嘅同事呢，就喺度訪問緊佢㗎。咁啊，你知唔知啊？揸住咪嗰位呢，其實都係賽車手嚟㗎喎。雪人貴士啊！咁啊，雪人貴呢，今年呢就冇參加比賽㗎。送支香檳俾佢先。梗係啦，一定要開香檳慶祝㗎嘛！哇，你睇葡京灣有看台，贏咗車梗係有美相伴啦。女朋友嚟祝下佢啦。啊，英雄美人。架車啦！嗱，快啲啊，快走啲點啊！你大高興咩？其實實高興啦，勝利嘅戰車2號車。影翻個勝利相先。咁啊，車手之間亦係互相祝賀㗎。咁啊喺今年嘅賽車裏邊啊，即係第一項嘅比賽啦，就統計一下啦，就曾經出現過2架車呢係發生咗故障㗎。第一架呢就69號施利華所駕駛嘅賽車，咁第二架呢就係蕭錦濤所駕駛嘅3號戰車。咁啊2架賽車呢，我哋確定知道呢係發生咗故障㗎。咁而第一項嘅賽事呢，亦宣佈呢係圓滿結束啦。咁啊冠軍蕭國濤，亞軍Simon張，季軍黃介水。咁啊86年應有嘅位置嘅。